AI 技能培訓師係人工智能普及化浪潮中兼具技術理解力同教育賦能力嘅複合型新職業，核心係離合技術同使用者之間嘅能力鴻溝。佢唔只係教授工具操作，更加聚焦 AI 思維、提示工程、場景落地同倫理規範，幫助職場人完成從對抗 AI 到駕馭 AI 嘅轉型。面對技術迭代、加速同就業結構重構，AI 技能培訓師該職業以批判性視覺平衡效率同人文，推動組織智能化升級，守護人機協作嘅公平與安全。作為連接技術、產業同個體嘅關鍵節點，佢既係職業轉型嘅引路者，亦係智能社會可持續發展嘅重要支撐。AI 技能培訓師作為人工智能技術滲透下催生嘅複合型新興職業，以技術傳播、能力適配同倫理規範為核心職能，承擔住數字化勞動力再造嘅關鍵使命。其工作聚焦於 AI 工具應用、提示工程、人機協同、流程設計及智能倫理教育，通過系統化培訓離合技術應用鴻溝，推動傳統從業者向智能時代複合型人才轉型。喺技術迭代加速同就業結構重構嘅背景下，該職業唔單止係技能傳遞者，更加係技術理性同社會價值嘅平衡者，以批判性視覺規避技術濫用風險，為產業智能化升級提供可持續人力資本支撐，係數字經濟時代職業體系重構嘅重要節點。AI 技能培訓師係面向人工智能普及浪潮，銜接技術研發與產業應用，服務個體職業轉型與組織智能化升級嘅複合型職業。其工作圍繞 AI 能力普及、效率提升、倫理規範同職業適配展開，具有極強嘅專業性同系統性。